台61线路南台南7股路单行弯道的时阵，有一台南马控弄到3台当咧扫路工程车，造成2个工程人员过往。因为这南马控的驾驶呢，酒测达是零，详细原因佫需要调查。快速道路边仔2台车陷入火海，消防队现场救水线灌救，无偌远也有2名受伤的人倒伫涂骹。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伫台南7股路南303.4公里，礼拜早起11点半左右发生严重车祸，30岁姓吴的查甫人驶一台南马控车，先后去弄伫近中的风浪车、扫街车甲工程小货车，拢撞3台车，南马控车甲小货车最后都火烧起来。 防撞车的侧面之后，然后再撞到我们的这个施工中的扫街车，然后再由在前面撞到我们整部那个工作车。3名伤者当时在桥上，那1名伤者是站在那个路边待救，那另外两名伤者是疑似是喷飞出来，然后身上都没有烧灼伤，都是那个创伤。 火势伫12点半爆发，施工单位表示，迄当时当济平公路分家南区永和工程分局的路面清洁作业，南马库车伫无打挡的情况之下，先后落掉3台工程车，其中最后风浪的工程小货车车顶的60岁姓林的查甫驾驶，甲68岁姓王女乘客2个人风浪飞出去车外，当场无喘气心跳。3部施工车辆系承包于云嘉南养护区养护工程分局。 执行台61线路面清洁作业，水泥车驾驶酒测值为0。我们急救的过程大概30分钟，那他没有恢复自主的呼吸跟心跳，宣告无效就宣布死亡。 2名受伤的人互分送马岛新楼病院甲嘉义基比病院急救，也毋过有员因为相当伤宣告死亡。南马考车姓吴驾驶受伤，意识清醒。警方表示，伊酒测达是0，详细驾驶的原因也有待背后清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